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群阿群妹。好，大家来看一下阿群妹数好呀2包吼。大家就提出去都会买菜的时间啦，有上次就会看一下，亚当讲以前有乜个泡头啊，讲乜个油鸡啊，又去讲乜个产销履历啊，上来呀，要个泡头。有乜个意思喏？因为阿群妹嘅大白天都会买菜啊，我可能看到就会知道哦，嘿，有呀泡头，以前看起来有认真过嘅哦，今日可能做得买。不过还是有当人冇了解呀，的泡头係乜个意思？还个大家接上看到嘅泡头，其实有非常多种上来按用嚟看，还个上来做得详细冇。今日嘅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了解哦，細細嘅嘅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地都有請到嘅來賓。来分享台湾牛糧農產品發展協會嘅顧問分享林志勤顧問分享。好，謝謝。多謝啦哈，我係屏東灣南嘅客家人啦哈，以前的農委會上班，而家退休嘅，今日開高興來到一節目哈，同大家來介紹一個市場需求，食品方面嘅泡頭啊。好，冇唔錯呀，泡頭當重要哦。韓國家下顧問有講到嘅4張1 Q， 寫這個印章的章，一個 Q 英文字的 Q， 呀4張1 Q， 阿 Q 冇愛台灣忙着談講，唔過談講呀下嘅國小嘅小朋友記得。全部就有談過，韓國美迪亞4張1 Q 係乜個意思誒？記得全部就因為記得有食嘅營養午餐，營養嘅午餐地度啊，盡量鼓勵用也得4張1 Q， 有也得泡頭嘅也得食材，好冇？因為農委會哦，政府呢就希望講協同午餐哦，大家食得菜啊的哦，夠安全啊。還有4張1 Q 嘅農產品呢，都各有保障啊！各希望協同午餐來採用那個4張1 Q 嘅食材。古上上來呀，4張1 Q 係乜嘅東西？今日節目地度就要來同大家來了解哦。先同大家簡單講一下，上來呀4張1 Q， 上來係哪4張哪1 Q？ 來從第一個開始來講一下。一個啲嘢都有台灣尤其農產品嘅標章啊嗬，一個新嘅啦嗬，而家開始用 QA 都同 CS 一樣啊嗬，哎呀 CS 就台灣優良農產品哦標章，嗰個一個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一啥咩農產啥咩標章嗬，啥咩泡頭嗬，都會經過驗證。機構的驗證，通過的哦，那可以用哦，那可以用這3個標章。吉元埔以前同接談到吉元埔泡頭係乜個意思？吉元埔泡頭吼推廣個幾久嘅嘛吼，主要都這個農藥嘅安全哦，安全用藥啊哦泡頭啊哦，嗰度有吉元埔。一泡頭呢都代表主要代表伊嘅農藥哦冇問題哦，唔會lâm產品用唔合格嘅可冇用量啊嘅超過哦，佢主要都哦吉元埔，而且而有啲 QR code。Q 係代表 QR code 嘅意思吼，然後有用嘅智慧型手機就都得來掃這個 QR code，要都得看到嘛嘅。你都主要地度有講一個，比如說這包菜有 QR code 都可以看到一包菜乜哪啲農民啊，哪啲農民種嘅啊，有一個資料喺地度嘅。對，因為佢有寫講也係台灣農產生產追溯，嗰時候做得看得到佢規個生產嘅過程。一條大家可能有看過，咩可能冇注意過嘅一條泡頭啊，就是4張跟1 Q。不過一下就要來詳細同大家來了解哦。上來4張1 Q 嘅意思係乜嘅？先來看一下第一類，這個是有機農產品的標章。剛下其實有同大家，顧問有同大家講一下。佢頭擺嘅泡頭啊，同嘅 CAS 家下看到嘅上來共用，是係有一些些的這個字不一樣，聽上當個嘅是有一些些的冇共用，聽，呀下已經全面會慢慢的換過按用嘅有機農產品新嘅泡頭錯冇？而家政府都講愛大力
推动那个有机的农产品啦，吼，过伊这个真正开始用以这个标章啦，都新的标章都要做。有机农产品呢，最主要呢都以条件讲起来最严格。哦，真严格咧。伊啊土地一定要经过检验。检验迄阵讲还无通过呢，都要经过2-3年的个活化期。活化以后呢，再检验通过那可以种。种落去呢，你用个水要经过检验，过会不准用荷尔蒙啦，化学肥料农药生长激素，这主要的都不能用动物生长激素啊的，条件真严格。嘿，真嘅。大家可以免讲唔种香菜，种到熟成迄阵我冇用农药嘅，冇用化学肥料。嘿，真嘅。不过人家种嘅技术要得都管理要请注意，请用心。像呢节目付起来咧，其实有当到优秀嘅农民家的都有来上一个节目，当到有去做有机认证呢，家的就会讲其实要认证到有机係当然嘅事情，因为佢唔单像奶呀、水呀，连空气有可能都会污染到家的嘅农产品，都有可能会染到这个有农药残留。故所爱做呀有机认证，其实冇按改，看到呀有机农产品认证嘅按用嘅标头，就表示讲呀食材係有機嘅，呀農產品係有機嘅，做得新鮮咩？有機嘅農產品一定要經過驗證通過，那可以用，那可以標示講人家係有機嘅農產品，喺冇經過驗證唔知個標有機農產品會被罰。故所做唔得自家用嘅也係要規範要規定嘅。故所也係有機嘅部分。接下來，來看下下面一次講到嘅呀，這個台灣優良農產品 CAS， 呀就標頭上來有係乜嘅意思？請顧問同大家紹介。CAS 優良農產品這在農委會推廣已經有30年啦，歷史可以講。依種頭擺有看到 CAS， 依種係肉類當個同接看到 CAS 嘅標頭。對啊，因為肉類像豬肉還冇都關廠嗰度些產品。因為一方面呢個肉品的加工業者呢，亦都希望講伊個產品呢能夠拿到個 CAS 驗證都在市場上呢，消費者各有風險各有競爭力過以主要呢以台灣的農產品，國產品，台灣的 Made in 台灣，主要一定要台灣香個主嘅，冇進口主要作為工廠嗰度呢，就拿唔到有CAS驗證，品質呢一定要符合呀標準。唔過像呀品質要合乎嘅標準，因用類啊，甚至要用嘅講價嘅品質合乎標準咯。可以介紹，譬如講，熱狗市面上幾多咪肉類嘅製品。熱狗咪豬肉做嘅咪但是伊嘅價錢幾多種？有一條5塊錢，有10塊錢你介入品質的問題。像我哋 CAS 嘅肉果嘅含肉率用嘅豬肉嘅量呢，一定要達到60% 以上。故所有啲肉類嘅加工品，喺假使講嘅肉類嘅成分冇那高，佢可能咩拿唔到呀 CAS 嘅認證嘅標頭。有啲便宜咧，都加粉嘛，也你就當便宜啦，呢都便宜啦嘛。不過 CAS嘅產品驗證產品，伊嘅品質一定是高品質的。米線那最基本的條件嘛，一定冇有嘅什麼微生物的污染啊，這個一定要合乎標準。或政府衛福部會回聽，標誌包裝標誌也一定
要寫得清楚，這個規定來標誌啊。故說其實啦，像唔講喺家下人講嘅有機認證嘅鋪頭。也係講也 CAS 優良農產品嘅鋪頭，其實全部一般日常生活當中，其實全部都直接看到。不過聽講可能冇辦法想象，也上來做啲上新模，根本然後就請到顧問來同大家來掛保證一下吼，講一下上來呀，鋪頭係代表乜嘅意思？韓國大家上來做啲上新模，其實啊，家下真講係兩隻，還有其他兩隻鋪頭，韓國一隻 QR code 可以同大家來收嘅哦。休息一下，等下這個再來同大家分享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阿權妹啲節目當中吼，愛同大家來分享，當然去買菜都會遇到嘅問題，當然吼去買菜嘅時候就會想到講，做乜嘅也有機嘅會按貴，韓國嘅啷個一包肉會按便宜，也係講做乜嘅人肉會按貴，幾包肉又唔會按貴。上來吼，也買東西愛用嘅人買，愛看日嘅標示，韓國看當多種無共用嘅鋪頭。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邀請到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嘅顧問林顧問同大家分享。家下既然要同大家紹嘅兩個鋪頭嘅，接下來再個同大家來紹嘅鋪頭係吉元埔嘅鋪頭，因為吉元埔鋪頭可能大家既然當熟悉嘅，不過還係同大家來紹嘅，下上來而代表乜嘅意思？吉元埔吼都講台灣安全蔬果嘛吼，安全的蔬果。過伊個有什麼重點就係病蟲害吼，病蟲害防治員呢，一定要做規定的哦，有一隻規定。冇亂噴藥嘅，噴的藥嘅呢，一定係政府推有規定做得用嘅，不然用嘅嘢呢？嘅安全期咩？一定要注意，唔好講，可能有個量，強行你都猜這都冇，這一定會不好，會有問題。或者可能有個比如講，一禮拜以後，那可以採收，因為冇共用嘅藥嘅有冇共用嘅這個安全期，我等這個安全期過定以後，將做得落去採收下來，係按用嘅意思。嗰時候也就係吉元埔嘅認證，不過也帶下有當做樹木師嘅樹木師係乜嘅意思？也都也管理嘅吼判法吼，不過每一包也菜有吉元埔吼標章嘢。伊都代表伊個腳下嘅數字哦，都代表一個產品。如果有產品有問題，伊都可以查出哪提乜嘅煙哦，園林煙、喺無路吼苗栗煙種嘅，哪農民種嘅。都用個號碼查。從廿個身份證字號就查來身份證號碼共用。韓國接下來吼，我同大家來紹介是這個產銷履歷農產品的鋪頭，佢代表嘅內容當多哦。一個產銷履歷可以講最近10年吼，有幾多國家都係從事講。但係農產品哦，嘅源頭管理哦，一定要做好。下游哦，種出來生產出來東西哦，那麼冇問題。或者政府呢都開始推動一個產銷履歷設計的一個標章。而一個產銷履歷有8點哦，也核心價值。像SOP 生產系統可以講，第一比如說種一個菜，這個開始播種到生產過程那下食品那下噴藥嘅，全部要做記錄，記錄起來當生產這個菜蔬採收以後呢，賣到那度要記錄起來，安尼萬一有人買到有問題嘅，亦都可以全部齊美到資料，齊美到伊，或者一個
产教领域呢，它以做归完善哈。嘿，啊，像动物福利的部分，你像个鸡一天呢，哦，冇得鸡笼的吼，giảm做一下，放個太空間嚟吼，可以雞啊、阿伯啊可以走來走去啊，這種安尼學雞嘅方式，個也個資訊透明啊，就全部伊啊管理呢，大部分都係用電腦吼來記錄啊，記錄啊就個就以 SOP 嘅系統啊來記錄。都好記錄啦。好，故說所有嘅條件，韓國記錄嘅東西，全部就都有這個8大核心地位。唔過就像頭前有講到這個 CAS 嘅認證嘅標條，也係經營到台灣非常多年、非常久嘅。故說佢其實有規範，做得有也標條嘅東西種類非常嘅多。有哪條請顧問同大家來紹介一下？因為我哋 CS 推廣嘅差唔多有30年。30年主要都台灣生產嘅啲農產品還有農產加工品啊。比如說像豬肉啊、冷凍食品蔬果汁米啊、兩子米啊，都有嘛吼。韓國谷物類嘅東西咪算到地度。谷物類，像肉品而家像市場嘅嘛嘅工廠啊，嗰度有有嘅品牌有個有名嘅咩家有生產，貢丸啊，也有。貢丸也都全部有 CS 認證嘅一個產品咧。雖然也係價錢會比冇拿到一標條嘅個貴啦，因為以貨真價值嘛，品質也就安全各位安全有保障嘛。也是帶下有下一個即食餐食，也就像便當也有什麼？因為像這便利商店買嗰度壽司手卷啊，那個便當啦微波也就這種這種餐食因為我哋咩的 CS 來驗證來保障它的品質的安全。對，韓國撒下來還有當多，比如講像乜嘅點心食品啊、卵啊，韓國生鮮切結蔬果也係乜嘅意思？伊都而家有咩研究發展出來唔像血統午餐這個做便當嘅公司啊。有的像北埔太原的，差唔多1年1-2萬份都有1-2萬份的便當，伊用嘅菜，伊都可以同個合作農場合作，合作農場照 CS 的規定去同農民契約，種好嘅都得合作農場洗好切好，農場送到也。做便當，做血統午餐便當嘅工廠，伊都可以直接下鍋來煮出來嘛。你唔是買金龍整籠的個菜去切，處理又係洗佢說按樣就係做得拿到這個 CAS 標章，還有一類像係林產品，韓國羽絨產品，也咪做得拿到 CAS 嘅認證。林產品也係後來因為工研院發展啲技術嘅竹炭嘅燒炭嘅技術燒出來竹炭這品質相當好比一般的可能還高個。這時間農委為了推廣一個竹炭粉叫做都整個一個項目。林產品，除咗竹炭粉啊，或者就竹炭嘅竹醋液，竹醋液用途可以殺菌嘅，嗰度用途也就就算係羽絨都台灣嗰度阿伯啦
鹅啊，叫做鸭毛、鹅毛都可以做羽绒嘛。羽绒被啊，羽绒外套啊，羽绒枕头啊，也都。古时候也都是迄农产品呀，16类的东西全部就做得合乎规定，就做得拿到 CAS 嘅认证。古时候也认真啊，按照有同大家做一个表格来做一个总整理哈。比如讲，用生产过程来讲好了。各个不一样的漂调度到损耗，也都代表给医师，我们做一个重点的整理。比如讲，台湾有机农产品标章，佢就会天窗冇用农药嘅。像其他项目吼，最重要都安全用药嘛吼，大家可以讲每个漂调个太多，尤其最特别的，根本都不准你用药，完全做唔得침到农药嘅。其他可以用药，但是要安全。安全范围。像 CS 因为加工品做到加工品，故说有品质的听一个品质的规格。譬如讲那个热果，含豆率一定要60%以上，那可以真正叫做肉果。故说轻基本呢，安全用药大家就有，不过台湾有机农产品标章下的就很看严格，就还是不准有验出任何农药的。韩国 DRCS 台湾农产品优良农产品标章，还有多加一个品质规格，就会跟他讲6类嘅这样范例。韩国三下来，除了生产过程以外，来做一个表格整理，还有农药嘅检验。刚刚是生产过程里面，现在儿童他来讲嘅係最后的成果有验出农药冇？你像有機都不得檢出嘛。對，因為佢高長冇，當然佢親密嘅成果沒冇。其他嘅像台灣 CS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其他都合格。其他全部就係愛合格咯。古早佢係有一個規定範圍內，是愛有4個標條，就表示講也都有農產品親密檢驗出來嘅結果，農藥量聽說係合乎規定。唔過假使講嘅係有機嘅，就係完全做唔得驗出農藥個，係唔係了解到當到啊？古早喺今日節目當中，還有當到愛同大家來分享，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喲。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做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4張1Q，也4個當中要大家出去買食的東西，買農產品，愛看到嘅標條，韓國一個 QR code 係做得看到佢貴嘅農產品，佢嘅生產嘅過程、生產嘅位數、馬啥生產嘅一啲東西，古時候一個資訊大家聽錯愛啲哦，家下按做嘅兩個比較所有嘅標條吼，比較嘅生產過程，韓國比較嘅選來佢親密嘅農產品檢驗農藥嘅結果，有做一個表格同大家來整理一下。做哋講親嚴嘅規範咧，就係台灣有機農產品嘅標條嘅，也係親嚴嘅嘅規範。唔過，接下來做哋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到標條啊，佢有一個標條以後，選來佢代表嘅嘅農產品，它的追溯嘅年頭按用嘅來查詢，佢做哋來查詢到哪一篇，然後顧問再個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像也表可以大家可以了解哦，像個4張1Q啊，都4個標條可以了解到萬種嘅生產者同那種咧，故作可能有買到有一標條嘅產品，又有發現有問題嘅，都可以利用一個資料去尋到尋到一個生產萬種嘅。喺前面度嘅，你都可以直接講，也東西出問題啊，也可以尋到到嘢可能一樣係提反正嘅可以尋到嘅生產者啦。對，也4張1Q全部就做得前面度，唔會講尋到萬種嘅啦。像生產嘅批次日期呢，像 CS 加工品呢，佢一定要表產銷履歷也有嘅
個生產記錄個產銷履歷一聽做產銷履歷聽出愛有誒，最完整啦。古時候係講你買到嘅菜啊，有這個產銷履歷嘅農產品嘅標頭，你就做得啲講亞包菜，硬係做得菜到佢係啲那片種嘅，啲馬啥種嘅，乜嘅時節種嘅，也貴嘅過程都會有記錄當詳細。古時候其實當然你會想到講亞條標頭啊，有亞條標頭嘅東西，以上就下貴上來愛買冇。其實有買到就表示講有包裝，錯冇係安尼。畢竟是係安全都有包裝啦，各方面啦，貴些啊，比一般咧冇呀標頭嘅高貴一些。係，還有包裝啦。唔過吼，就像人家下講嘅 CAS 有 CAS 也個認證嘅標頭，都係也國產嘅農產品。唔過也下其實因為也國際化，有當到外國嘅東西會進口到台灣來，唔單像肉類啊，還個食物啦，一啲農產品，甚至農業加工品，全部就會進口到台灣。呀，若要進口到台灣嘅東西，都得拿到 CAS 嘅認證冇？因為也需要標頭吼，讓伊去吼，都我哋農委會推廣嘛，農委會推廣嘅一天，都也目的都係照顧台灣嘅農業，嗰個有一標頭，有一標頭嘅農產品都可以喺市場上跟同進口嘅吼有啲區隔啦，嗰個。進口嘅產品呢，亦都冇辦法拿到，完全冇辦法拿到，因為基本上第一個條件都係台灣嘅農產品，來作為產品或者加工品，那可以用啊生產一個CAS標章嘅CAS， 聽說喺台灣本土出產嘅農產品，咁都得拿到 CAS 也個認證。唔過，係講當到外國進口嘅東西，可能佢未有拿到有機嘅認證，外國嘅有機認證啦。喺台灣一樣會看到佢也就外國進口嘅東西，佢係合乎標準嘅咯。有辦法做得看到嗎？因為有機嘅辦法比度啊，嗬，有啲都講可以跟國外嗬。互相認證嘛，像嘅澳洲嘅牛肉，伊假使講伊我哋對有互相比較，伊也標準同我哋標準同樣，我哋都可以同意，伊也有機嘅牛肉進口到台灣，也有機嘅牛肉也有國際嘅認證單位驗證過，有國際嘅標章。而進口到台灣來賣以前呢，伊可以向我哋嘅主管機關來申請講，一批牛肉，已經有國際嘅驗證嘅，來台灣伊個台灣嘅主管機關呢會核定，一批牛肉呢可以用有機的台灣市場上來賣。唔過唔係拿到 CAS 也就認證啦，有其他嘅認證方式。嗰時候是看到 CAS， 聽說就係台灣本土出產嘅東西都錯嘅。對。CAS 一聽是台灣嘅。對，唔過其實從也條政府啊，也係講也條機關有當到認證嘅也條標頭，也條標頭出產嘅農產品，喺假使講真正有消費者識到有問題嘅話，按用緊啥有乜嘅方法？做得來算是有法源有法律來規範冇？也有驗證嘅一個標章嗬，都有驗證單位嗬喺附近，你像 CS 呢，差唔多我哋驗證單位嗬，一年都會去市場抽驗200到300，喺抽驗都有問題呢。能夠做個辦法來處理，那種講品質上有問題能夠會工廠去查，可能哪出問題。嗰個唔單槍係潛到，還愛聽說愛潛到問題上落去出到那片。潛到那邊，像有擺有檢驗到我哋 CS 一個洗錢單，有藥物殘留。即講我哋馬上去個養雞場在處養，抽樣到產品特別飼料，
饲料咩中央抽验带过来检查，一检查都冇问题，奇怪都在那里做问题，后来再追查吼，那发现到伊个世界小世界个片，伊个肉体以后，上到去那边来啊养鸡场，肉世界肉体个短时间啊，个冇管理好，因为入来前一周个来停药，冇再冇再食药嘅，個伊冇這個規定，故說有問題，有問題，我哋一定會查，查清楚嚟。哇，故說其實也漂調真件係當重要呢，因為迄個顏色到有問題嘅一條農產品啊，顏行做得深到講，唔單止有人負責，行做得深到所有問題出到那邊，其他人就唔會繼續食到有問題嘅一條農產品，也係講像幾類一條東西。故說吼，其實大家都當注意呀食安問題，講到呀食安問題，啲過年嘅時節就聽說愛行下注意啊，因為過年大家會去派年貨啊，會去買香菇啊，還有買當到批菜。很多當到糖果啊、冷淡也掉，其實派年貨咩要當到愛注意嘅哦，係冇？嗰個平常啦，喺我派年貨以後，派年貨以後，像我哋衛福部哦，衛生單位哦，伊都會出來抽驗嗰年貨嘛。我哋一般來講都去買以後都可最後都可以選有。睇到嘅市場要求漂啦，漂絲啊，即都好安全啊！價錢會貴一些吼，應該出定啦吼，因為買到品質啦。自家不可能團員愛食咧啊，今後愛買有保證咧啊，對不對？希望都買個有信賴吼，個有信賴品牌工廠嘅產品啦，吼，個個都當季吼，也就。唔像人家進口嘅產品吼，有得個咩像買個藍莓啊、櫻桃啊，咩這樣有減到有農藥吼，不合格的。就說我哋在地我哋在地嘅食材啦吼。台灣也到時間要有動到購置，今年購置全部都動好勢，今後買菜地嘅。菜地啊，不過菜地也要注意吼，譬如有得像金針吼，金針啊，金針花，金針花有按當然嚟都。動到菜地，唔過行係有動到會食到乜嘅有瘤，所以現在有動到金針花特別會下降。有得滾撈嘅吼，像金針花顏色滾撈嘅都含硫量吼，一般都會偏高啦。因為要保持嘅顏色吼，個熏硫會過量，個鐵撈嘅啦，或冇鐵拍嘅啦。呢度咩注意？不過最後要包裝嘅，你冇包裝像羅麥，像菜市場賣鹹菜啊，一桶一桶啊，你賣好嘅冇包裝啊，吼，呢度東西都要多注意一些。冇錯，嗰時候見每日有啲小知識吼，同大家分享。其實我知道。非常嘅設計，因為頭排可能就想到講，有看過，唔過真佢唔認識。基本一啲嘢哦，有看到一個漂頭，就表示講，有法律來保證，有你政府嘅機關來把關。嗰時大家是愛買到有漂頭嘅農產品，就算有問題，你還係請唔到人負責。嗰時大家聽錯愛注意一件事情哦。基本咩什麼林顧問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謝謝。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接下來做運通了。